我们的好朋友啊，在呢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从布袋戏当中就能够听到呢他这个好听的歌曲，只要大家的吃香哦，来的好朋友哈，就听得呢非常的开心。好，马上来邀请这位。 我们来给我们的现场好朋友啊，邀请这一位是呢我们明日。好了，来，我来，啊，别接着我告白了。那我弄告白耶，这是为你们做这个邀请出来的这个时间的关系，虽然咱不看赶，但是咱嘛是要做到认真。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今天的2位重要的这个压轴好2位歌手。首先有请黄飞，我要来恭喜。来，欢迎我们黄飞带来好听的歌曲，真可水，谢谢。 情累积在。
谢谢。好，副局长，许副局长，老公喜欢看我，你不会吃醋吗？不会。好，很开心，很开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在舞台上面拍照，我们就先上舞台，来，宝贝。今天好，谢谢。请上舞台，因为我们要考虑到非常多的观众，我们不能耽误太多时间。来，谢谢哦，宝贝，拍谁啊？来，邀请到我们的王菲。因为我们的期待稍微天气不够久，所以要支持我们的演员或歌星，一定要买正版的哈。谢谢我们两个，继续跟着。龟呀龟，来，邀请我们王菲来带来龟呀龟歌曲，欢迎大家来欣赏王菲的歌曲《龟呀龟》，掌声给我们王菲鼓励鼓励，我想你来讲的一个。各位听众很多情人，也在这里祝福阿布母亲节快乐，谢谢。好，这边好，谢谢。欢迎欢迎。Hello。很多的朋友们阿姐，拍谁哈？谢谢。好，我们 DJ 小刀老师是不是？对。好，谢谢。好，准备好了，阿袂要紧吼。来利用这时光，我跟大家讲一下吼，因为咱华为计划就要出版了。